囡囡啊，今日老事体哇，带你去吃对子，你少吃点啊！不来劲3块钱，那谁也不晓得，哭出老眼瞪瞪，看也不对，也不看哈，刚吃那个也是个啊！哎，不吃高个对谁是来打做个？你都要3辰光来打起个，为舅舅外公阿爹。哎哟，我要等1个钟头。龙宝宝，我来做皇帝的。啊，是今朝吃对做皇帝个？龙爸爸就讲是接班人来的对吧？囡囡啊，你最少人个班？真的嘞，你这个班或者还不个班？做皇帝。大我比你送快递的嘛，顺丰快递。谢谢奶奶。你讲我啥钱对那些？人家不认得那个人，哎呦，你非人家没呢？囡囡，阿拉来吃对子啊！哎呦，这吃对子要有本事。喂，筷子妹妹听不到噶？小孩的头比大人难。他技术好。好了。哦哟，夜地功夫个啦！今朝我这位好东姑过来啊，娘胎里个美啊，你漂亮的嘞！哎呀，这裤子还不20块洋钿，哎，弟，你不得落得去？对方不在，女朋友非来在。爸爸妈非爱我来，男人寻女人，不看头发看血来，阿东。